再来看11月17号，总统的候选人就开放登记，那北到底是要安怎瞧？有风声讲哦，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已经同意前总统马英九会当来正做协商的见证人。侯友宜嘛表示讲，有需要伊嘛愿意来参加协商。也毋过哦，两党嘛是各有因的坚持。那也是望讲民调就爱有政党的支持度，民众党是强调讲一定爱全民调。另外，赖清德办公室是批评郭文哲为着政治红利哦，完全拢无立场。替支持者送的好彩头，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到新竹市场扫街，轻走基层。不过，登记日期是愈来愈近，那白合无合的压力增加。传出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已经同意前总统马英九做协商见证人。如果朱主席同意，马总统才能来当见证。那我可以跟你讲，我了解朱主席是同意。只要需要我在的地方，我一定会去参加。政党合作是联合赛，不是淘汰赛。侯友宜继续对国民党发声，希望个人较细一点嘛，国家较大一点嘛。不过那边议员传出有各自坚持，马营议员希望但是政党支持度，民众党是表态，一般全民调都是底线。柯侯或侯柯这样子的一个比较去做民调的话，基本上它就已经有包含了政党支持度在内了。所以我们认为说，就是按照做台湾模式全民调就好。那也就是目前我们所设定出来的一个底线的部分。一定要考虑政党的实力。那至于比例嘛，我们尊重党中央的决策。考量全民调的时候呢，要有一定的权数。民进党大清德办公室是各将炮火对向国民党，批评国民党为政治红利，立场前后矛盾。柯文哲为了自己的政治红利、政治利益，他不惜打破过去他的立场。他现在跟朱立伦、侯友宜在进行多次的密室协商，他打脸了过去的柯文哲。因为侯友宜批评赖清德一直抄袭家己的政见，赖清德办公室是反击，要求侯友宜承落实伫新北提出的政策。记者综合报道。